后来乡亲啊，新竹出现着这种惊险的画面：电动的辅助车，3个人相载，2个大人夹一个囡仔，囡仔的脚是挂伫半空中，而且脚踏所在佫载一只狗，后壁佫拖一只狗，有够离经。警方讲，电动的辅助车无算是车，是算行人，若违反着用路的规定，会当罚款500块。 民众将这个喊过行为拍落来，3个人骑一台电动辅助车，脚踏板骑一只狗仔，车尾也牵一只狗仔。这边车顶油门催泪，黑色的这只狗仔直接风拖咧行，车顶2个大人一个囡仔拢无伫安全帽，严重超载。小朋友和大人一手抱咧，坐伫咧手环，双脚无地打。电动车前后拢有一只狗仔，虽然用锁啊牵咧。 也毋过，这只黑色的狗仔，和机车安尼拖咧行，实在是真危险。就蛮危险，因为一台电动车，然后装那个载了狗又小孩又人这样。你这边平常车流大不大？蛮大的、啊，对啊，主要上下班都是很多人。狗也会很危险，因为它要被勒着跑，然后小孩抱着，如果没抱好或是撞到，那小孩也是没有受安全保护的。 代志都发生伫新竹市闹区，虽然毋是假日，也毋过车流真多，民众看一个唱歌拢流出来。是讲电动辅助车无算是车辆，敢若算是行人，也无开放民众检举。这是违规的吧？这样子人那么多，而且那个车是不能上路的，这警察应该要取缔吧？电动代步车视为行人活动的辅助器材，应遵守一般行人管制规定，行走于划设之人行道或紧靠路侧，并不得阻碍交通。违规的行为，敢若会当依照道交条例违反行人用路规定，罚500块。是讲这样危险的行为，若家己的安全无保障，也影响到其他用路人。Hello， 我是张新文。想要抢先掌握最及时的新闻资讯吗？赶快订阅、按赞、开启小铃铛，锁定华视新闻 YouTube 频道。